东垦丁国家公园内底呢有一大社顶自然公园，内底嘅地形甲生态是真丰富，也在解说员唔拿出游客了解物种嘅保育成果，嘛会到记录到维护环境。 占地大约129公顷的社顶自然公园，虽然无亲像垦丁森林游乐区遐出名，游客嘛较少，但是伊的自然生态也是真摄人目，伊有大石甲山谷，而且生态也真多元。在你做生态导览分享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物种。 社顶部落社区是垦丁国家公园第一个发展生态旅游的社区，旅游导览也正做社区创新真好的方式。 那个叫黄金蛹啊，这个黄金蛹是表示呢，这种蛹是有毒的蛹。比较漂亮。只要越鲜艳的蛹的颜色呢，越漂亮，那个都是有毒的。越鲜艳就是一个躲避天敌。社顶的自然景地是丰富又阁有特色，物种也真侪种。有一寡物种是伫大自然靠家己生态，不过有一寡物种亲像梅花鹿，就要靠人工来保育，这也互社顶部落社区的发展加一项选择。很多人都坐飞机到日本去看奈良的梅花鹿啊，我们自己本身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富裕这个资源，我们都一直都没有利用到的。我曾经有一次的经验，就看到梅花鹿3只母鹿带着2只小梅花鹿走进我们社区的步道。 社顶部落社区导览的行程，唔那只是带游客行行看看的，是用行动来依护甲记录自然生态，互梅花鹿也会当伫大自然的环境，甲社顶部落的居民做伙生存，才做南台湾的另外一个仙境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